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7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明仔载开始变天，未来一礼拜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是拜2甲拜3，雨会落上大。中华有人食毒驶车，搁弄警察，检方申请羁押，互法院驳回，拍算要搁提出控告。美股4大指数初5收盘落真济，市场有股拜1大搁开盘，可能会破甲真惨。观众朋友，又搁要变天啊！受到低气压甲风面的影响，明仔载开始全台湾拢会落雨，而且是会连续落一礼拜。初9、初10，也就是拜2、拜3这2天，这雨会落上大。各地除了防止做大水，嘛希望这回雨势会当为中南部的水库补一寡水量。礼拜2的早起，全台各地多数出日头小热，未少民众把握好天气出门行行。也毋过，这款舒适稳定的天气随着要转变啊。气象署提醒，随低压大甲黄山方面一波一波瓦紧刷落来，规礼拜台湾会出现大范围的激烈落雨。这里有锋面接近，所以西南风会开始增强，在中南部地区的降雨会比今天再更明显。那9号跟10号受到这个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在北部地区受到锋面通过的时候，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雨或豪雨发生。那中南部地区直接受到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可能会有大雨或豪雨等级降雨发生。气象专家林德温示警，黄山方面地流影响将会延续到月中。伊分析，这礼拜起受到黄山方面南北徘徊影响，全台落雨机会增加。其中，搁以初9、初10这2日，全台拢可能有强降雨。中南部甲东部山区搁较会严防激烈搁集中的雨势。另外，这波落雨对中南部的出口来讲，敢会当有效缓解水情，也决定立即调作强管的机场。现在南部的仁义潭、雾山头、曾文的蓄水量都在2成上下，甚至更低。阿公店水库它是一个防洪水库，对高雄、台南的西南沿海的防洪工作是相当重要。目前它的蓄水量已经降低到这个0.6，几乎是空库了。中南部水库跳水率目前处伫低档，水利署虽然毋忙这波落雨，也毋过同款严防在延时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积用水的灾害，会召开整备相关会议，认真应付。气象署提醒，在意雨势会较长和，也毋过到12月13，台湾各地落雨又会增加，一直到6月中进前，天气拢无稳定，一定要提高警觉，严防地灾性的落雨。记者综合报道。不时就发生毒驾，中央已经要加重处罚，也是有人真蛮皮。中华有驾驶食毒驶车，看到警察就逃走，佮甲警察的卡搞过。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毋过煞裁定无报请回。检方表示讲会阁提出控告。中华警方随时伫28岁姓氏的同一番徛街附近，看到伊正要驶车离开，我记要甲伊抓来。结果，失情男子无愿意配合，硬要甲车驶走。徛头前的保险分子所所长陈国明闪袂赴，互伊弄着，两支骹拢互车顶挨过，伊忍听向天顶开枪警告。另外一位死掉的警察广播车窗，甲人诱来。盘查他的时候，看他有没有携带毒品或者是不假的行为啊，然后他就冲撞，右脚的髌骨整个碎掉，左脚的部分就是被碾过大面积的擦挫伤。陈所长正脚骨折，倒脚大面积挫伤，送病手术治疗。死掉的环境枕头侧壁伤，失情男子毒品检测阳性反应，依照妨碍公务公共危险罪嫌上班。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依妨碍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依法侦办。毒驾案件愈来愈多，行政院最近宣布要修法提悬毒驾的刑责。若食毒驶车吊销驾照3年，屡犯加食毒驶车造成人重伤加死亡的，是一世人拢袂当搁再考驾照。公车年满18岁乘客会爱连坐，搁再接受测试，第一遍就罚27万，累计是无上限。不过伫中华的毒驾案，中华地检署初5申请羁押，中华地院伊无法度确定伊挑工冲撞警察，也无毒酒驾的前科，也想要甲警方和解做理由，裁定无报请回，检方将会提控告。记者综合报道。
因若家己是有一个查甫人走去警察局，讲伊身体无爽快，需要送病院。毋过，说互来报案的民众认出来，讲这个人就是头拄弄着车了后乱讲的嫌犯。警察伫伊的身躯顶敲着毒品，嘛验出毒品的反应，当场就甲人抓起来。是他啦，是我啦！现在太保守来了，我啦，叫水上的来啦！后警方压制伫咧涂骹，也是不断伫咧化休。找了暗时，这个查甫人家己来到水上分局，讲身体无爽快，希望警察斗相共送伊去病院。后壁对伊入来的民众煞指认拄啊调数倒影，互掠包的查甫人情绪失控，当场甲民众起冤家，后尾才互警方来压制。他没有，他完全没踩刹车的。哦。蹦蹦蹦一路撞过去。对啊，好像有2个受伤的吧，有叫救护车送走了。那你当时有看到了哈？有啊，他很快就过去了。原来这个42岁查甫人到分局进前，已经伫水上的街仔路赛车连续弄4台汽车甲2台机车，伊阁赛车去到水上分局，希望警察协助伊送病院。结果去互来报案的民众直接指认调数倒影，阁互警方为身躯顶来敲着毒品加背包。有民众呢来指认他涉嫌肇事逃逸，双方发生口角冲突，经警方强势的制止跟隔离之后，随后在他的身上发现有毒品咖啡包，并且依法逮捕。后续呢，脱衣快筛呢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毒驾骑毒品罪移送法办。水上分局表示，这个查甫人最后伫警方的介护之下送去到病院，经过完整的检验，嘛确定有食二期毒品安非他命，专案以极度赛车留定侦办。调查了后，嘛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共危险罪移送家己地检署。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美国4大指数初5收盘是落正济，造成台湾加权股价指数机会一天掉落超过3000点。市场有估这初8拜一台股开盘是可能会青顺顺。专家表示讲，尾盘有可能会收伫咧43000点左右。毋过，若只是估一日盘真惨，安尼国安基金嘛无一定会出手换盘。股市投资人敢会受到史上上恶劣的黑色礼拜一，受到美国4大指数拜五收盘重盘，汇盘指数盘超过10%，拖累台指期夜盘单日大盘3006点，盘6.65%。这因素恐惊拢互初8台股开盘青顺顺，43000点的过线也可能失守。它一开盘先反映美股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跟期指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点数来看的话，可能最差就假跌破月线，然后留下一个500到1000点的一个下影线之后，尾盘应该是收在月线上下附近。专家分析，初8台股可能出现3种走势。那台指期完全反映加权指数可能盘3000点，来到42220点。那以台积电的 ADR 盘6.69%来掠算，加权指数恐惊盘1264点，盘到43806点。最后是以富台指盘2.25%来掠算，加权指数会盘1000点，落伫44055点。换算落来，台股加权指数平均盘点大约是1761点。专家预测，初8台股尾盘可能会收伫过线43000点左右的附近。也毋过，这只是调降唔看规矩，属于起坐正常回动。刷落来，美国联准会有期伫10次开会，这是真正股市落地时间可见度化，敢是会当维持稳定。如果是做台指期或者是做个股期货的投资人的话，那可能你就要准备两个动作，一个呢就是呢准备断头。就是停损出掉，如果舍不得卖的话，可能就要再准备保证金。市场关注，万一拜一台股真正出现大崩山，国安基金敢是会进场？专家认为，那只是代替落盘，国安基金无一定进场。要不过，真正动用国安基金，显示情况不妙，投资人都要小心注意投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甲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海域架界谈判，范围有牵涉到台湾的东部外海。中国就借题发挥，讲要进行海上执法，扩大海警船行动的范围。陆委会就批评中国是咧起无空，食台湾豆腐，破坏区域安全。中国海警船三波抗击，最高撞入台湾东沙限制水域。不过，中国海洋调查船海事路6号昨日预告设立咱东沙水域，连续2天清了，海巡派巡河9号加高雄舰来赶。你外地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为恰好证明中国的和平是一个骗局。
海巡放送赶船，中共继续声援两岸情势。海巡讲，这是中国调查船第一遍甲海警船联合伫咱东沙限制水域半浪。海警船被赶的时阵，也佫讲，台湾前途伫咧国家统一，咱海巡唔惊半浪，并行监控，强势驱赶。对中国交通运输部讲，要伫台湾的东部海峡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按算6月初7一旦到相关海峡。海巡署严正驳斥，中国伫台湾东部海峡无任何主权权利。海巡署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全程都掌握中国船舶动态，并部署了必要海巡舰艇，妥善对应。中国公务船目前全程没有进到我国限制水域内，台湾周边海域船舶维持正常航行。日本、菲律宾伫咧进行专属经济海峡划界谈判，中国借机会扩大海警船行动范围。继续用军机干扰台，刘委会批评中国借机会推杀一中原则，用海警船行动对台湾进行附属地带侵扰，破坏区域的安全。在台湾东部海域并不是中国执法范围哦，那他们现在要用一中原则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可能就是变成从过去用口号，然后想要吃我们的豆腐，那现在变成是要具体来做出更进一步的这种行动来挑衅哦。刘委会强调，主权甲渔权不容干扰，台湾会继续甲日本、菲律宾保持良好沟通，也严正呼吁中共唔通借势领事，真侪破坏两岸关系、台海稳定甲第一岛链和平的麻烦制造者，爱冷静用外交方式进行谈判甲协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对台湾140亿美金的军售案是也未确定。咱的驻美代表卢台雷接受专访的时表示，美国会照需求卖予台湾武器，双方嘛拢有咧交流，免烦恼讲台湾会互人当作谈判的棋子啊。美国总统川普、国务卿卢比奥最近小连续表示，当考虑140亿美金对台军售。咱国驻美代表吴台雷接受美国政治有新闻网站 Politico 专访时指出，面对中国威胁日渐增加，美国会依需求向台湾出售更较侪武器。台湾尊重美国步调，吴台雷也讲，无烦恼台湾会互当作条件交易予中国，因为伊代表伫包括安全等等项拢保持密切交流。We work together. Like-mindedness is important. Not only in what we do as policy, but also even in production. That's why we're pushing for this non-red supply chain. 吴台雷更加以欧美影视作品《星际争霸战》甲《哈利波特》进一步比如两岸关系。When we watch Star Trek, we root for Captain Kirk and his crew because they're disseminating some common values that we cherish. When Xi Jinping is watching Star Trek, he's probably identifying himself with the Borgs. Because it's the cyborgs who say, well, if you don't assimilate with me, then you'll be eliminated or you'll be annihilated. It would become like the Hogwarts of Harry Potter. That it's a place that it's there but not there. But once you're there, you find out it's a wonderful place. 当时，国民党主席陈立文继续访美行程。后波士顿甲交保活动的时，陈立文批评民进党执政10年来，以意识形态治国将台湾推向偏向正轨的险境。国民党2028年一定会完成政党轮替，将国家带回正轨。现在台海危机最重要的导火线，就是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新两国论，还有去中国化，陷台湾于不义，陷台湾于危险境地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党的任务何其的重要。2028我们必须要政党轮替，必须要重返执政。陈立文强调，国民党守护中华民国宪法，在当前不安的国际地缘政治中，会扮演好打桥者的角色，为台海甲区域福祉找出和平的新路。记者综合报道。除了陈立文去拜访美国，台中市长罗秀燕嘛带团去欧洲展开10天的城市外交。罗秀燕强调讲，这撮去上重要的就是要扩展美国以外的市场，甲欧洲国家强化产业的合作。穿粉红色的西装，对着镜头微微啊笑。台中市长罗秀燕甲市府团队，虽然暗伫桃园机场准备要开始10天的城市外交。这撮会去德国、捷克、奥地利3个国家。罗秀燕讲，虽然台湾甲欧洲离正远，不过共同享受自由的价值，就是侵犯咱彼此情谊的上强的基础。面对着美国对顶关系影响甲冲击，政府把握机会要拓展非美国的市场。
因为德国、捷克、奥地利3个国家伫半导体、精密机械甲脚踏车等领域的工业基础拢正在享受精密机械浓度，希望强化合作，布局全世界。这3个国家和我们台中是很类似，都有很好的工业基础。那产业界彼此之间呢往来也很密切。那么也因此呢，我们希望这次的出访能够加深扩大彼此的商贸跟经济商业的一个合作。卢秀燕3个都结束访美国行程，即马无到3个月就要过去欧洲。这段地方首长的欧洲之行，是毋是让替台中的在地产业推出一条实质的活路？产业界拢正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国际消息，伊波拉疫情伫非洲滚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是已经有471例确诊，84人死亡。这个伊波拉疫情已经互世界卫生组织列作紧急事件，外界警告讲，这真有可能会演变作有记录以来规模上大的一届。我来看印度反政府的少年人伫社群媒体创立加抓人民党，才半个月时间就有2000多万人追踪。初六因发起头一届街头示威，甲网络力量转做推动改革行动。花口湖手举加在面壳啊，几落百个少年人伫新德里市中心的义广场加达曼达，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这边示威是这群青红的青年运动加在人民党发动。创办人迪布克自美国返来印度带头，和这边的力量自网络迷因进入现实的世界。ये कोई सोशल मीडिया ट्रेंड नहीं है, ये एक आंदोलन है जो जिसकी आज शुरुआत हो चुकी। 印度最近因为少年人失业率悬，一个国家考试一直发生考题外斗，影响几落百万人的权益，引起不满。一个有一位大法官批评，无头路的少年人就敢若是加抓加寄生虫共款，后面让国家受气。所以迪布克就设一个网站，户名叫做“加抓人民党”，靠说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正几天就2200万人追踪，比执政党加正多。迪布克把这个反对党小老百姓党服务，要去美国波士顿大学读书，伊初六返来印度参加加抓人民党第一遍街头活动，支持者自全国各地来参加。迪布克批评教育部长普拉丹连上基本的考试拢办袂好，造成几多位少年人自杀，叫伊7天来下台负责。ने सुसाइड कर लिए फिर भी आपने रिजाइन नहीं किया है, आपको शर्म नहीं आती और कितने बच्चों का सुसाइड करना का वेट करेंगे आप? इसके बाद हम ये मूवमेंट को देश भर में लेकर जाएंगे। उनके जिम्मेदार मंत्री जिम्मेदारी जरूर लेते हैं जब कोई गलत होता है और ऐसा。这帮少年人心内怨火，将在总理莫迪执政12年来上大的网络异议声音。当局全面封锁加抓人民党的 X 平台口座，内阁部长也公开指控见，甲所有的反印度集团，也有敌对国家巴基斯坦交结。不过加抓人民党已经向法院提告，公认绝对袂屈服。公司新闻施会长评析。镜头转来到国内，高雄有一台公车昨暗经过民族一路甲中爱路口时，这公车两边的玻璃煞熊熊破去，碎糊糊，加载无人受伤。警方伫咧现场是无看到枪支，不过有发现一粒8公分大的石头，初判可能是这石头去击到玻璃，会搁吊监视器来理清原因。公车暂停伫大路上，边仔玻璃破一个大孔，大面积碎裂。高雄一台公车车头尾仔嘛经过民族一路，但要倒越中爱路的时，驾驶甲乘客突然听到玻璃碎裂声音，原本就是风对浪，所发现两边车窗玻璃风贯穿拍破。第一的直觉是说有人追尾，乘客跑过来跟我们说有玻璃碎掉，乘客都比较在前方，所以车上的乘客没有人受伤。乘客事发之后就自行下车离去了。连后面的车辆都来不及接驳，他们就先离开了。一块玻璃大概2万多块吧。公车行驶之间，互不明物体击到，也贯穿两边玻璃，互驾驶甲乘客拢心惊吓。警方去报告场了后，无发现大头顶可疑物品，也不过发现一粒大约8公分大的石头。警方到场仅发现石头，没有其他可疑物品。经鉴识初步发现这是石头击破玻璃。目前详细原因正在调查厘清中。
初7早起登到现场，民族一路到中爱路口是上座混合区，车来车去，民众烦恼事故那是真会造成，恐惊引起当地居民的惊吓。这个应该要惩罚。公车上面载了很多人嘛，这可能会造成危险啊。哎呀，如果有人受伤的话，这应该要负相关的那个刑责啊，哎呀或者民事的责任。造成这边居民的恐慌啊，因为他从楼上丢东西，第一不好抓，然后又很危险。民众好在事故无造成身体受伤，若无后果唔敢想。警方也调过4块钱的监视器，等待相关执政的监视调查，未赔偿监视真会造成，继续侦办中。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海洋大学进前寄成绩单，却因为中华邮政的自动化系统甲地址补唔对，造成部分的考生延迟收到。中华邮政早起召开记者会会室内，嘛讲会全面来检讨流程。中华邮政以及主管排规排行礼会室内，因为最近有考生的家长电情，讲伫贵人的台湾海洋大学5月底用挂号寄成绩单出去，不过因的囡仔拢一直无收到，要去邮政系统查，才知讲批又搁被寄转去贵人邮局。中华邮政伫初7早起临时开记者会成立因的所室，因为台北邮件处理中心今年用机器自动化分拣作业。不过设备伫咧辨识的时阵有错误，甲一寡寄批人的地址当作收件人的地址，批才会签到。寄件人的部分，是放在这里，收件人是放在这里。那海大概是可能他们印刷的方式，就放在大概靠近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没有责怪海大。中华邮政讲，台湾海洋大学5月29用普通挂号邮件寄1773件考生的成绩单，其中大约有500件成绩单，甲其他邮件总共差不多990件，被错误方法登记贵人邮局。中华邮政是启动应变机制，用上紧的方式甲配送到位。也请学校斗3天，打电话给所有考生甲家长，保证袂影响考生的权益。在机器分拣的部分，当然，可能我们继续来调整看看，是不是让机器来分拣的辨识率来调高。另外，我们会辅以人工的检视，让人机协作的部分，让整个未来在所有的邮件的判读，能够不要再有发生这种情形。台北邮件处理中心今年5月初时搬去A级智慧物流园区了后，因为人无够。直直发生包括弄害去，抑个挂号寄正班的情形，即马又个发生寄收件误判的代志。中华邮政讲已经全面检讨作业流程，继续增加人力，也要求设备厂商对毋是标准书写邮件精细辨识排除机制，必要的时阵改用人工分扣，加辅助条码的作业，降低误判的风险，避免个发生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早期有真侪外国的传教士去偏乡提供帮助，有一位瑞士的传教士寄首相新妇，一直兰斯贡献16年，互在地合作兰斯之父。为着甲纪念，在地毋但成立文教基金会，嘛按算要甲伊一生的故事拍做纪录片。南苏互当地人叫做林之岛，人的新顺坡倒也水，即马搁较是观光胜地，毋过早期的南苏煞是散车小岛，无人关心。1954年，一位瑞士籍的传教士寄首相新妇，自愿进入南苏服务带来救济物资，佮提供教育送助人到本岛读册，培养出各行各业的技术族人。毋过，伊煞伫1970年不幸过身，互岛上民众真毋甘。今年寄首相纪念文教基金会为了纪念寄新妇的这些救人的精神，要为伊制作纪录片。让我们再一次的惊艳到，纪守常神父他如何用他的生命去影响了所有的人。蓝屿的人呢，在这个三餐不济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他利用各种的管道向外面募捐。其实，寄首相新妇纪录片已经筹划17年，今年总算收集到更较侪资料，也有有名的导演范建佑规划。这礼拜六开始翕，有计依照春夏秋冬季节分别呈现寄新妇为瑞士经过中国、日本各个南苏的过程，甲伫南苏服务16年的种种事迹。我们希望是能够深入浅出，我们会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也是希望说把继神父的精神做一个传承。寄首相纪念文教基金会表示，寄新妇离开人间已经活60年，比要互人放袂记。毋过，伊对南苏岛的人甲社会影响真深。希望这部纪录片会当阁唤起大家的记忆，关注需要帮助的人。记者综合报道。
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4度；南部的部分是为30度到35度；东部29度到32度。外岛地区28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